喂，欢迎大家！今日呢，我们要做侦探，查一单哲学界里面可以说是最大的悬案。主角是边个？就是马丁·海德格。哇，一听到个名，是不是已经觉得好复杂？无视惊，我们今次会用一个好得意的方法，就好像查案感，一步一步赶将他的思想拆解開。所以呢，戴好你頂偵探帽，我們即刻出發，潛入那個哲學的犯罪現場，看看查不查到點唔出來。好，每單大案例都有個開端，而我哋呢，今單案嘅詞典最係呢句說話。你哋睇下呢個嘢係海德格喺佢本勁好嘅書《存有與時間》裏面擺喺最開頭嘅第一句。佢引用波拉泰呢個說話，其實就係想話俾我哋知，喂，大家日日都用日系啊、存在啊呢啲字，但有冇人真係諗過存有本身就件菜是咩東東？就好似一個大家都以為好簡單嘅案件，其實係一單封塵咗超過2000年冇人破到嘅懸案啦。OK 呢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查案路線圖。我們會先提一個被人忘記做的問題，根據分析下點擊之前的偵探會查錯方向。之後我們會問個關鍵證人來問話，看下他點樣迷失咗了。然後我們會靠一種很特別的情緒去問突破口。最後所有線索都會指向一個終極答案——時間。是不是好刺激呢？ Let's go！ 好，第二步，我哋嘅調查正式開始。你哋試下諗下，我哋每一日由早到晚講個是字講幾多次？今日天氣是好好，我是一個學生，呢餐飯是好好食。我哋用得咁自然，但有冇停低1秒鐘諗過，究竟得個是即使所謂嘅存有，佢本身到底係咩意思？係咪好奇怪啦？最常用嘅嘢反而再冇人問啦。呢個就係海德格要做嘅嘢啦。佢嘅任務就係要重啟呢單俾人遺忘咗成2500年嘅驚天大案。佢覺得呢，如果我哋連最基本嘅存有係咩都唔清楚，咁我哋聽咩人生意義啊、道德啊、知識啊，全部都只不過係喺沙灘上面似情報啫。個浪力一衝埋嚟，咁就散晒噶啦。所以呢單案非查不可。好啦，查案呢，第一件事咁就要排除啲假線索啦，非是紅錯路。我哋而家就睇下以前嗰啲哲學偵探係點樣俾3條誤導性嘅線索壓咗，嗰度當案一直都查唔到落去。冇錯，就是呢3個偏見可以話是陳單案嘅元兇。第一，啲人話存有，哇，太普遍啊，乜嘢都係存有噶啦，就好似空氣咁，周圍都係，有咩好研究哦？第二，有人又話，正因為佢太普遍，你根本定義唔到佢，你點樣同人解釋顏色係咩？如果你唔可以用其他顏色嚟做例子，就係咁嘅道理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麻煩嘅，就係大家都覺得存有嘛，不言自明啦，一聽就明噶啦，使咩講咁多？結果呢，呢個最重要嘅問題，就是因為呢3個聽落好有道理嘅解好，俾人擺埋一邊，擺足2000幾年。OK， 即人就嗰啲線索全部都係煙幕彈，我哋啲醒目嘅偵探梗係要轉個方向啦。海德就話：喂，唔好再研究啲死物啦，你問張台問走石頭，佢哋識答你咩？我哋要查案，就要揾一個識得講嘢，而且同當案有直接關係嘅目擊證人翻嚟盤問先得。等等等等，呢位關鍵證人就係達人。那個是海德格自己發明的字，聽落很深，但其實它就是用來指我們人類。沒錯，你同我們每一個人就是達人。海德格認為，要解開存有這個謎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由審問我們自己開始。咁點解我哋咁特別可以做證人呢？你試下諗下，一嚿石頭，佢就只係喺度，佢唔會諗，唉，我做嚿石頭有咩意義呢？一隻貓，佢可能只係想緊下一餐食咩？但係我哋人類，我哋呢個達人就完全唔同啦。我哋嘅存在本身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問號。我哋會諗，我點解會喺度？
我哋人生應該點樣過？我哋會為自己嘅存在而為開心，而煩惱，而在乎。呢個就係我哋同石頭、同貓最大嘅分別啦。就因為我哋咁特別，希特基就俾咗我哋呢種存在方式一個專用名詞，叫做生存，英文係 existence。記住啊，呢度講嘅生存係唔係話有氣息、有心跳就得？佢嘅意思係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唔係一件已經整好咗嘅產品，反而我哋係一個未完成嘅 project。我哋嘅人生就係充滿住無限嘅可能性。我哋可以揀做律師、做廚師、做醫術家。我哋係透過不斷選擇、不斷面對未來，去創造同埋定義緊自己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好啦，查案查到呢度，好似好順利，揾到關鍵證人地成嘅啦。但係新嘅問題又嚟啦。呢位證人呢，好多時都口供唔準，唔都可靠。點解會咁呢？唉，因為喺我哋平時嘅生活裏面，我哋實在係太容易迷失喺人傳嘅聲音之中啦。海地膠就將呢一個令我哋迷失嘅罪魁禍首就叫做長人，德文係 Dustman， 英文可以入圍到地地。乜嘢係長人？其實就係我哋成日講嘅人哋咯。例如 IG feel 話你知今年 ham 啲乜，討論區話你知邊隻股票會升，你啲親戚同你講，人哋呢個年紀都轉口去有仔啦。呢啲所有匿名嘅，冇人需要負責嘅長人話就係長人啦。咁我哋具體係點樣迷失嘅呢？海德格罕有3招，第一招叫做閒談，即係八卦、吹水、人緣熱緣，就好似你喺 office pantry 聽到人講，喂，聽講邊個邊個，你都唔知真定假，轉個頭你就同第二個講，喂，我聽人講啊，呢個就係啦。第二招好奇。呢個好奇唔係好學客嗰種，而係漫無目的咁碌手機，睇下呢個 KOL 去咗邊個旅行，睇下嗰個明星又食咗啲乜，純粹為咗感官刺激，睇完就冇啦噶啦，係唔係好熟呢個感覺？第三招兩可，即係模棱摸可，咩都好似啱，又好似唔啱。今日專家 A 話食蛋好，聽日專家 B 又話食蛋唔好。搞到你都唔知信邊個好，最後就係是但啦。人哋點做，我咪點做咯。當我哋擅習呢種日日跟住人哋嘅節奏去生活嘅狀態，係得嘅就叫佢做沉淪。嗱，聽清楚，沉淪喺呢度唔係一個道德批評，唔係話你好墮落，你好壞。佢純粹係一個描述，指我哋跌咗入去長人嘅世界，離自己真正嘅可能性越嚟越遠，活喺一個非本真嘅狀態之中，就好似做緊一個臨時演員，跟住人哋寫好嘅劇本行，而唔係做自己人生嘅主角。哇，查到呢度，當案好像又入了個死胡同。我們的關鍵證人戴鑫，平時被常人影響得太緊要，他的口供或者說我們的日常生活根本反映不到真實的自己，咁點算呀？有沒有方法可以一下子將他由人際的世界裡面扯翻出來，令他講真話呢？其實呢，這個問題唔單止係哲學問題，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嘅問題。究竟我哋可以點樣掙脫呢啲無形嘅束縛，唔再為人哋點睇何而活，真正咁去揾翻自己，活出本真嘅自我啦？海德格俾我們的答案呢，就只有一個詞，就是焦慮。德文原文 angst。喂，停一停先。呢度講嘅焦慮，即係 angst， 同我哋平時講嘅驚係完全兩回事嚟噶。你驚蛇、驚考試、驚老師，呢啲全部都有個特定對象，但 angst 係冇對象噶。佢係一種好難形容嘅感覺，就好似你有一日突然醒咗，發現你間房、你屋企、成個世界都好陌生，嗰種深刻嘅無家可歸感。平時你覺得好重要嘅嘢，例如返工、賺錢、人際關係，喺嗰一刻突然之間，好似全部失去晒意義。喺呢種狀態下，藏人嘅聲音消失晒，剩低你一個，赤裸裸咁面對緊你自己嘅存在同自由。
早使喺呢種極度不安、極度粗離嘅焦慮感之中，案件終於有咗重大突破。焦慮就好似一支強力電筒，一下子照清楚咗我哋大細存在嘅最核心結構。海德結構呢個結構做 search， 呢個德雲字好難譯得準，有時會譯做錯反，英文就係 care。但係你唔好理解錯做普通嘅關心或者煩惱，佢係指我哋嘅存在，根本上就係一種對自己、對世界嘅在乎。好，我知道呢句嘢睇落好似咒語一樣，但唔使驚，跟住我哋一齊拆解佢。呢個 search 或者叫在乎，其實係由3樣嘢組成嘅。第一，將自身置前，意思就係未來。我哋人類永遠都係上向望嘅，我哋有計劃、有夢想，我哋係一個面向未來可能性嘅 project。第二，以人在世界中，呢個就係指過去。我哋每一個人一出世就已經被定咗落去一個特定嘅時空、家庭、社會，呢啲係我哋冇得揀嘅過去，但係佢哋塑造咗我哋。第三，與存有者同在，呢個就係指現在。我哋當下每一刻都同呢個世界嘅人同事物打緊交道，處理緊唔同嘅事。所以你睇，未來、過去、現在呢3樣嘢綁埋一齊，構成咗我哋呢種獨特嘅存在方式，在乎。好，各位偵探，我們的調查來到最後一章了。我們已經破解了關鍵證人島3案的秘密，知道它的核心結構就是在乎。但是這個發現只是解開了謎題的一半，它將會帶我們去到一個更加大、更加根本的真相面前。你哋有冇發現啦？頭先我哋拆解在乎嗰陣講緊咩啊？未來、過去、現在。誒，未來、過去、現在呢個尾就係時間啦。冇錯，所有線索喺呢度終於串連埋一齊。海德格嘅最終結論就係，我哋打晒受存在嘅意義，我哋在乎嘅結構根本就係時間性 （temporality）。原來我哋就係時間，而時間先至係解開成個存有嘅呢單千年漩渦嘅終極答案啦。查到呢段呢，海德格嘅調查報告早寫完咗，但係佢其實係為我哋每一個人打開咗一扇新嘅門。如果我哋嘅存在本質上就係時間關口，如果你呢個人就係由你所有嘅過去、你當下嘅投入同埋你對未來嘅期望交織到而成嘅，咁呢個發現對於你點樣去理解自己嘅人生，點樣去過你嘅每一日，又意味住啲咩呢？呢個問題或者比存有係咪更加重要，亦都係海德格留俾我哋每一個 design 繼續查落去嘅案件。